团一和好，许仁平套上大面粉袋，用力踩出空气，踩到紧时，面皮自然透出光亮。紧接着又搬出桌板，这回像跳舞一般，用身体的力量上去哈，这样子是比较省力啦。毕竟制作过程都是人力，力气要用的有效率。把紧实的大面团搓成粗面条之后，还要经过一道道手续，才能慢慢变成细的面线。如果烙得好，它就比较不会断。接下来还要拉面、甩面。许仁平一直强调，两人合作得运用巧劲，力量一定要平均，不然面条更容易断。他口中像运动一样简单的事，让民众亲身体验，方知辛苦。笔直的铁管被拉到弯曲，面条的弹性韧度可见一斑。空做一通工，看起来很费工。老板说对，不能偷懒，对不对？与面粉为伍，每天搞得灰头土脸，手也被磨出厚茧。手工面线手艺因此逐渐式微。许仁平用心的把流程衔接顺畅，缩短制作时间，吸引年轻人愿意留下。也寻求突破，开发出绿茶面线，还有健康概念正夯的红曲面线。我觉得这个比较有弹性就是比较不会全部粘在一起，不会糊糊的这样子。开放民众进到自己的工厂，许仁平要留住的不只是传统手法，还有大家对手工面线的珍惜和认同感。以前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作，就是工作像上班那样，那我的工作就是做面线，并没有想太多。是这几年就是比较想，所以会想一些如何把它做得更好。面线要好吃 Q 弹，在制成的每个细节里都有人的因素来加分。许仁平希望让人觉得吃到坚持手工制作的面线是一种幸福。空多一通工，操做唔得太难。空多一通工，操做唔得太难。